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魂。讲新闻，老台语过来话大小事，咱为头来讲起。这礼拜二是27节气当中的处暑，代表热天即要过去，温度会豆豆降低。这个时阵的天气虽然已经算是秋天啊，不过还是常常热到互人冻袂调。咱都甲这款的天气叫做是秋后热。有一句俗语讲：处暑，热死鸟鼠，就是这意思。另外，这段时间人常常会伤热、伤干，身体欠水分，中医就把这款情形叫做是秋燥。到底这个时节应该食什么款物件？处暑又有什么款的民俗活动？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交予主播吴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吴秀文。今仔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27节气内面的处暑。处暑的这天，就是新历8月23左右的时阵，所以这礼拜的拜日就是处暑。处暑到啊，表示热天要结束啊。这时阵，小开会慢慢的消息，慢慢的无去，温度嘛慢慢的降低。即马你会感觉入时的时阵较温暖，暗时的时阵落较凉。而且呢，即马空气内面的水分嘛会减少，有的人伫这段时间会感觉喙干啊，也是皮肤干燥。这个镜头呢，中医就甲伊叫做秋燥。搁再来讲，处暑，热死鸟鼠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即马已经要到秋天啊，毋过天气犹原真热，热甲连鸟鼠拢要挡袂牢啊。再来是6月句，7月风台舞，因为处暑伫咧旧历7月的时阵，7月就是风台上济上强的时阵，所以即马这个时阵呢，就咧注意风台的消息。即马天气犹原真热，我会使食一寡食物，会使补充营养，亲像冬瓜内面有镉离子，会使帮助利尿，嘛会使消肿。西瓜内面佫有磷营素，会使保护咱家己的目睭，佫有眼目的健康。桂仔年内面有矿物质的镁，会使互你的心情放好轻松。而且呢，菜瓜内面佫有足侪水分，会使解热，你就袂着煞。苦瓜内面有胡萝素，会使抵抗氧化，佫会使消除疲劳，佫有维他命的 C， 会使增加你的免疫力。伫处暑这段时间内面呢，其实佫有足侪的民俗的活动，亲像放河灯。另外暗时有人会摕灯火，还是蜡烛伫咧水面顶头来怀念已经过身的亲人，嘛祝福个活的人。处暑呢嘛是渔民咧修行的时阵，所以海边会举办开渔节。开渔节就送渔民会平平安安出海掠鱼。有人伫处暑的时阵呢，就惯是讲食鸭，因为古早人讲处暑送鸭无白无疼。我也甲鸭的料理分到阮的厝边，安尼大家拢会感觉足健康的。因为大家会感觉讲7月半的时阵鸭是上营养、上肥的时阵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吴秀文，我甲镜头向主播。